实际我请教老师，就讲到白包这个部分啊，是咪白包其实唔是咱台湾本土的风俗啊？其实吼，是安尼讲吼，较早吼，农业时代吼，农想讲大家足善的，善甲讲正经的，家己食中昼顿烦恼暗顿啊，食暗顿烦恼明仔载早顿啊，吼啊，拄仔讲的，大家就是上介做啥时间啊，无我出我的力安尼尔，吼啊有，所以变做讲小半盘我去甲伊斗相共，吼啊较早去拜望食，吼毋是包白包，较早是家己炸物件过去。较早吼，无讲菇仔金，啊松甲回嘛是回菇仔，因为啥用菇仔？你包括即摆咱农旧历7月的时阵，坡道这个所在嘛是用我传菇仔，因为你等去到较早迄个农业时代，较早迄个时空咱去想，你袂使用即摆咱的时空去想较早的代志，较早无冰箱嘛，所以较早物件袂客啊，所以菇仔上方便，菇仔咱客较久啊，较早农业时代。不管你做山的还是做实的，吼，大家去遐，因为这是劳动，所以耗损体力、体力哦，你就快腰啦。啊，所以变做我就可能早起9点10点我就搁食一点心，下晡嘛搁食一点心。啊，什么物件上方便？无可能炸一碗汤水的物件，所以我炸菇仔上较方便啦。啊，菇仔这个物件第好客、好保存、搁大。啊，食落了后，啊上较方便的。摕啊水准高水啉啉的就好啊，较早水最清气啊，啊啉落了后就胀起来就饱，啊所以较早其实是互相送即种物件安尼，啊，搁再我出力，啊搁借物件，阮兜的椅刀碗盘我拢会使借你，好歹事拢安尼，啊是慢慢啊到日本时代开始，因为日本人因就讲香电，因就是用钱打，啊迄时阵台湾嘛开始陆续较侪人。做生意，啥物经济较好啊，啊较无时间啦，啊尤其到尾啊，降雨了后，工商社会，全变做大家就是用钱，系用钱，变做讲我无法度出我的工，我用钱打你，啊用这份钱你去请人来代替我，啊尤其到即摆变做众义社的年代的时阵，哦用猫的，啊当然逐样物件就是讲钱啊嘛，啊所以就变做商家当然我无需要你出力，所以收白包安尼较紧啊。老师，按呢，我若是讲，比如讲包白包去，还是去家己送了后，再亲戚朋友去家己送了，为什么拢会分到一条面巾啊？啊，这其实吼，足侪人讲啊，这有在长巾啦。其实我讲啊，这家己想家己对啦。因为咱咧了解讲，这个物件其实伊历史无久。为什么我讲历史无久？因为全世界头一条面巾，好，这会使去查这西元1850年为英国才发明的。哦。啊，即摆咱咧送的这款的。搭纸这面巾，这款的其实是日本时代咧开始，啊，尤其到降服了后，台湾的纺织，这个工业开始发展，啊，甲日常生活大家爱去用到这，啊，所以变做讲掉落去啊，啊，无较早我拄仔讲的就是，丧事办完了后，丧家照着讲做700日咧拜的时阵，加做一寡粿。加做一寡糕啊，较早糕啊拢家己做啊吼，加做一寡糕啊，还是讲啊有提精神啊，有这肉，哦，啊搭摕来滴答着跩，厝边隔壁亲戚朋友地上期间会来甲咱斗相共来跩，较早的人际关系较细啊，啊所以而且拢住伫咧附近的，啊所以我家家户户去共搭谢是足简单，啊我即摆无共啊，即摆有诶哦亲戚朋友住即远的啊，啊人际关系嘛较宽，所以而且大家包钱啦，所以我当场。摕着白包了后，我面巾滴在里安尼着，啊，全变做一个条例去啊。啊，当然你要讲长巾，虽然我讲家己想家己对啊，毋过这嘛袂使讲伊完全毋对啊，这嘛是即足侪物件自圆其说啦。系啊，啊民众听了感觉有道理，啊马上接受。哦，你一个新的物件，是讲一个听起来以讹传讹的物件，哦，你若有法度传30年、50年，甚至。半世纪一架子了，就变条例啊。对。我来说来请教道长吼，咱拄则讲到100日嘛，就是100日其实毋是100天嘛，吼。但是后来佫有一个对年，吼，啊，佫做3年，甚至讲哦，这个往生者伊要夹落去迄个公马的路内面，吼，啊，甚至有个人讲，时间毋对，迄年袂当夹落，爱先寄路。道长敢会有
小可解说一下。嘛无假落这个讲法呢。哦，因为阮拢有当掉。时间到就是时间到啊，是免讲什么年过唔对。你要夹落嘛无什么分什么时间对唔对啊。3年就是3年啊。哦。嘿。不过其实吼，人较早以前是3档才会夹落。3档才有夹落。守候3年。守候3年啊。因为咱家己是大人立地府3年嘛，理论上来讲啊，对，按第1殿到第10殿都要3档啊，到3档的时阵，伫迄个第10殿转轮王的时阵吼，伊个是爱食明波汤，伊爱去受因果轮回，伊出世啊嘛。咱相信讲家己是大人，已经无伫地府啊，所以3档甲伊的神主夹到咱的公马落来，公马坎内底，这是当时应该是这几十档来较开始有的，可能是这40、50档来较开始设有的，因为咱有的人想讲3档上久啊，3档上较久啊，一档过来夹落，因为有的人民间的禁忌拢讲，啊恁兜死人等偌久尔啊，佮要创啥，有的人拢安尼讲嘛，对，吼，有的拢安尼讲啊，啊这个3档确实有较长寿，甲改一档，改一档来夹落，啊无人咱自古以来就是讲守候3年啊。无唔对嘛，应该是安尼较合理嘛。对。事情没有对错啦，吼，咱讲合理的物件。啊，毋过做个对啊嘛，即嘛流传遮侪档啊，嘛像安尼做，甚至我拄仔讲的，像阮遐的地方上嘛是有人去种伊些，嘛是有种伊些，即嘛甲主角改100日夹落啊。100日伊100日的时阵，伊搁请师傅，请迄个民间的上经团去因兜上经啊。100日啊，100日搁请上经团去因兜上经，然后上经拜了，神煞家己的神主夹落。这嘛是因嘛是会当去改变啊，因家己去改变的物件。啊，主角会当接受就好啊。啊，你讲这含这个往生的先人，伊有啥物唔好吗？这个也没有啊，这嘛无啊。所以讲，做这代志吼，拢是人家己想的。人家己想的。风俗是人设的，礼嘛是人设的，规矩嘛是人定的，啊，佮这个丧事，这个服丧的过程，甲完成安尼尔。